你以为他是皇帝老子呢？啊！贾老板，很不幸，你猜中了，我们家主子正是当今皇上。跪下！万岁爷饶命！万岁爷饶命啊！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小的有眼无珠。今年的花魁是欢姑娘和西域姑娘。慢着！我这儿还有一朵花眉头呢。这人是谁？难道我给西域姑娘多数花作弊被他看出来了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刚刚你怎么不投啊？刚才人那么多，现在投也来得及啊。那你这花儿打算投给谁呀？花儿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哇！西域姑娘花盘里的花比欢姑娘多上一朵，所以今年的花魁还是西域姑娘。哎呀！今年的花魁，西域姑娘。错，欢姑娘也是今年的花魁。我这儿也有一朵花眉头，他们现在两个人的红花都一样，所以两个人都是今年的花魁。对对对，我跟大家说啊，今年的花魁呀，是我们杏花楼的欢姑娘。王妈妈，我出3000两，包下欢姑娘的初夜。可以啊，贾老板，不过你得先把钱给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贾老板够有钱的嘛？那是自然，我爹是直隶首富。把兰香给我放了。姐姐，你为了我已经受了不少委屈了。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好人，你不要管我，你还是走吧。莲香，姐姐已经帮你赎身了，你拿着这些钱离开你的赌鬼爹爹，跟你娘去个好地方过日子吧。可是我……哎，不许再说了，如果你再说的话，姐姐该生气了。快走吧，走啊！您真是有眼光啊！原来你忙活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救这个莲香姑娘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得了失心疯啊？那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欢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自然是去我们该去的地方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好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欢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贾老板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之前在您的赌坊，我就赢了您100两银子，今天又让您破费了3000两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原来大闹我赌坊的那个臭小子，竟然是你这个丫头！我是女人，照样可以要你的命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都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走！走！有话好好说啊！你们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欢姑娘，你这……
走！哎呀，不是，愣着干什么？追呀！追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我认出来了，你就是那天和欢姑娘一起打闹我万历主坊的小子。臭小子，赶紧把欢姑娘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要你的命！各位官爷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直隶首富的儿子，我叔叔是京城的二品大员，该抓的是他们啊！该抓的是他们。直隶首富，二品大员，那算什么？我们家主子可是全国第一首富，这大清朝的第一大官儿。哎呀，大清朝第一大官儿，你以为他是皇帝老子呢？啊！贾老板，很不幸，你猜中了，我们家主子正是当今皇上。跪下！万岁爷饶命！万岁爷饶命啊！万岁爷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有眼无识泰山，你大人大量，放了我吧！小徒在，把这危害一方的恶霸拿下，送到刑部审问，再查一查他的叔叔和爹爹是不是做过什么违法乱纪之事。这，把他那爪子给我断了！住！哎呀，万岁爷，饶命啊！万岁爷！老大，别再跑了，出宫这么多天，你还没玩够啊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再过来的话，我还是会逃的，你根本就追不上我。老大，龙小弟，别再跟着我了，赶紧跟索大人回宫吧，外面不比宫里安全。老大，你真的舍得离我而去，从此再也不见我了吗？